讲到这北检呢，侦办这涉嫌连续案件，查到这民进党立委吴思瑶误派一个罢免案，这罢免团体呢，真有可能有这伪造文书的问题。在今仔日调查局呢，是去敲这带头的6个人因的徛家。国民党是表态讲要来甲因相挺，也讲有派律师团陪同进行咯。啊，那吴思瑶也特别点名到这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叫伊唔通比伫咧少年人的后壁，讲这个少年人是替伊伫咧申请字。国民党青年军也是罢免民进党立委误派药案召集人的吴思贤，一路车赶紧加入市调处。北检侦办修订连续案，查出民进党立委吴思瑶误派药罢免案的罢免团体，疑似假造提起书14指挥调查局并分六路，搜查罢吴书记书、刘思勤、赖喜珍、阮志光、陈冠安等人徛家。罢免民进党立委吴思瑶带头人张克进也赶紧也入市调处，遭到搜索约谈的唔拿罢吴书记书，也有张克进甲罢吴派药带头人李浩良等个人用被告身份约谈。另外，刘思贤的先生进行了烦恼死亡人数会互校长触发的李浩良妈妈等5人，是用证人身份约谈到案。张克进牺牲北检，还有李浩良妈妈的4个证人也拢到北检复讯，其他5个被告这证人也被移送。因为陈冠汉也是国民党立委罗志强办公室主任，罗志强即期执政党启动歼灭在野党计划，党中央也表态力挺。我们有准备了一些律师团来协助。民进党全面歼灭在野党计划已经正式启动，对民进党对赖清德喊话。不要找我团队的麻烦，要清算冲着罗志强来。批填罢免的立委吴思瑶点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甲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王土金如，唔通互少年人伫头前当枪子。躲在背后的国民党的大人们，黄吕锦如不要藏起来，朱立伦不要躲在年轻人的身后。希望司法能够秉公来处理，然后把事实来厘清。朱立伦也在面前反击，批评执政党将司法做工具，办难无办力，为何青年朋友孤军奋战？中山会回应，经过查对可能牵涉假造或者枉生者人数有41件，已经依法告发39件，其他2件等回检资料了后也会告发，无任何个案的差别待遇。一家综合报道。